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心芬師傅啊。嗱，拍呢條片咧，其實就想話俾大家聽咧，究竟咧喺九運裏邊咧，放呢個九運八卦六角嘅玻璃盒咧，應該點樣放啦？裏邊放啲乜嘢啦？一個正確嘅一個方法，因為都遇到好多情況咧，大家就有少少誤會啦，唔係好理解啦，咁所以咧就專登拍呢條片咧同大家講嘅。咁首先咧，呢個盒啦要擺幾耐咧？喺九運裏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20年行九運啊嘛。所以呢個盒咧，只要喺個九運裏邊咧，就係放10年，最多係10年。咁即係話你第一年放係10年，第二年放都係10年。咁你會話，咦？咁我去到好後期佢先放，會唔會有10年啊？冇噶啦，淨係框住喺九運裏邊，就只有最多10年嘅時間。所以你越後放咧，咁可能放嘅時間咧就越短噶咯喎。咁所以呢樣嘢咧，請大家留意啦。咁九運到底係由幾時去到幾時咧？就係由2024年去到2043，總共20年裏邊。咁大家去放呢一個風水物品咧，就希望幫到大家嘅財運啦、運氣啊提升。咁亦都係啦，嗱，可以做法就係一人屋企，譬如一人放一個，或者真係唔夠位啦，咁就大家一齊咧去放一個或者兩個都可以嘅。咁放嘅方位咧，就全世界都係一樣噶啦，就放於正南嘅位置，正南嘅位置。而個高度咧，千祈要記得啦，一定係腰對上嘅位置喎。嗱，唔好放一個低啊，腰對上嘅位置。咁大家會問，我放到好高櫃頂得唔得？咁當然可以啦，不過就要留意啦，唔好俾佢鋪塵喎。嗱，其實所有風水嘅物品啦，係如果鋪塵咧，當然唔係太好啦。同埋呢個嘅陣法咧，有啲嘢好特別嘅。因為裏邊放嘅嘢咧，你有機會咧就係攞出攞入，不停係去更換嘅喎。咁所以如果放得太高咧，可能都會有啲麻煩嘅喎。咁所以咧，你自己要留意啦。咁我哋先睇睇啦。嗱，當大家收到呢個六個盒嘅時候咧，你打開咗膠袋之後咧，你會發現裏邊咧就有包防潮珠嘅，係咪？嗱，呢個係出產嘅時候就必定有個防潮珠噶啦。咁其實呢包防潮珠咧係唔要嘅喎。嗱，記得啦，攞晒呢包防潮珠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除個盒身包裝裏邊咧，我哋會有一個符啦。大家睇到咧一個符。嗱，呢個符咧就係一個紅色嘅紅色嘅一個利是封就包住咗，咁後邊咧就會有我嘅火漆封住咗條符喺裏邊啦。咁大家都睇到啦，係咪有個膠袋？嗱，個膠袋咧，請大家千祈唔好拆喎。點解咧？因為放10年咁耐啊嘛。如果你拆咗個膠袋，加埋尤其是香港啦比較潮濕啊，咁萬一呢個符爛咗咁點咧？或者係濕咗咁點算咧？咁所以呢個膠袋咧就我嚟保護佢嘅。咁希望大家就唔好拆啦，就唔好貪得意又去睇下佢係乜嘢，直情將成個符原封不動就放落呢一個嘅玻璃盒嘅裏邊。你見到啦，放咗喺裏邊咯喎。咁跟住放咩咧？咁當然可以放好多一啲即係比較值錢名貴嘅嘢啦。咁譬如話，當然可以放錢啦。嗱，唔係淨係放5蚊喎，我呢度只係一個舉例嘅啫。咁大家可以放多少少錢啦，甚至乎就係話我可以放一啲名貴嘅首飾啦，例如戒指啦、耳環啦，或者一啲咧就貴重嘅錶啊，咁都可以放落去嘅。咁放咗落去之後咧，記緊啦，嗱，請各位合翻埋個盒，咁隔一段時間啦，呢個時間咧就由你自己決定啦。咁可以係1個禮拜唔頂，或者係1個月唔頂，或者2個月唔頂，冇所謂嘅。你按你自己個生活習慣去調校搞個盒，幾時打開去換呢啲，譬如貴重物品啊、耳環啊、戒指啊、手錶換出嚟，可以換出換入。不過緊記下，放咗喺南位。你下邊個底部你可以揾一啲咧固定嘅補貼膠啊，或者其他嘅一啲雙面膠紙去固定佢，就唔好成日將佢咧喐嚟喐去。唯一成個陣可以喐嘅就係打開個盒同埋收翻埋個盒，就係咁嘅啫。嗱，記得啦，唔好將個盒咧成日喐嚟喐去。咁清潔可以點啊？你可以揾啲除塵掃啦，咁周圍掃下，咁就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。記得啦，嗱，成個陣法裏邊唔好亂喐，亦都冇咁多手成日將個符咧開嚟開去喎。嗱，呢個咧係我成日收到嘅一啲朋友成日去問個符打開咗點，唔好成日打開啊，唔好亂嚟啊，咁樣就冇效噶咯喎。嗱，記緊啦，仲有呢個盒咧係玻璃做嘅，麻煩你哋好好地善待佢啦，唔好隨便咧就將佢喐嚟喐去，去敲下佢啊，揼下佢啊。如果個玻璃爛咗咧，咁呢個陣就冇效噶喎，就要重新再擺過。但成個玻璃盒要注意嘅時候咧，就同大家講晒咯喎。嗱，